大家好啊，好多謝你再次嚟到我哋嘅播客，同我哋傾下今屆世界盃。多謝芳菲。咁王源今日呢場就係8強嘅第一場比賽啦。呢個世界盃入咗8強賽，我覺得一路行咗，好似我哋4年一次都唔算係球迷啦，4年先開始了解足球嘅人。你睇住咁多新聞，都覺得真係可以話係跌宕起伏，激動人心啊！雖然講得有啲老土，而且真係各種各樣，真係好精彩，仲有好多觸動人心嘅畫面。我想先問下你，就係而家入咗8強嘅隊伍，當然我哋都知係邊8隊啦。但係有啲乜嘢入到8強嘅隊伍，你覺得好意外或者好可惜㗎？遺憾肯定有啦，因為到而家為止咧，剩翻啲8隊就係6隊歐洲隊，1隊南美，仲有1隊非洲隊啦，就係摩洛哥。我覺得對我哋中國球迷嚟講，最大嘅遺憾，首先一定係巴西啦，因為我哋細個開始就喺巴西踢波噶嘛。巴西輸咗俾挪威，當然有哈蘭特爆發嘅原因啦。但係如果從世界盃角度嚟講，我覺得即係肯定係一個好大嘅震撼嘅，因為巴西唔係普通強隊，佢代表住我哋以前認為嘅足球審美，桑巴足球啊，好多隊贏波就係贏波，但巴西贏波，我哋都知嗰種感覺係唔同嘅，咁住就覺得舒服噶嘛。一種表演，一種文化，一種一般人哋嘅想象力。如果佢入到8強，大家一定會覺得好可惜，始終少咗幾場精彩賽事啦。不過世界盃就係咁啦，歷史上帶嚟呢啲嘢。無論係盤帶又好，天才又好，即興發揮又好，我哋都識咗啲咩名？大羅、小羅、濟科、蘇格拉底咁樣。你可以唔支持巴西，但係你好難否認巴西嘅世界盃入邊有一種特別嘅地位同味道，係咪先？今次輸俾挪威呢，其實都唔可以簡單嚟講係爆冷，因為挪威唔淨止得哈蘭特一個人。其實哈蘭特只係其中之一，但係挪威嘅成功唔止咁簡單。除咗哈蘭特之外咧，仲有一個中場組織核心咧，叫奧迪加特，仲有前鋒咧叫索爾洛特。實際上佢係幫哈蘭特咧頂住對方防線嘅一個角色。仲有其他一班球員都係喺歐洲高水平聯賽踢波，所以話巴西出局嘅的確少咗一隊強隊，亦都少咗睇我哋熟悉嘅足球味道。但係世界盃仲有最後8強喺度。每隊都有自己嘅長處同埋各自嘅風采，所以話仲有冇遺憾？你想我繼續講落去咩？如果我要我快啲講一講，就係話距離嚟嘅。當然足球呢樣嘢過去唔代表未來啦。呢個球場變化好快，咩都難講。即使以前係冠軍，你都保證唔到下一場會點。但係對你嚟講，巴西出局係咪都唔算太意外？就整體表現嚟講，包括佢係咪都冇咩特別突出嘅靈魂人物？係咪有呢個原因？巴西近幾年咧，其實有好多問題啦。表面上喺巴西請咗一個外籍教練啦，一個意大利籍嘅教練啦，叫安切洛提啦。咁另一個教練咧，可以話喺球會層面咧非常之有經驗，帶領過 AC 米蘭、皇馬都睇過歐聯冠軍，成績方面睇得輸。但係今次係第一次帶領國家隊，而且對巴西人嚟講咧，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衝擊嘅，因為始終巴西一直都係我哋認為通常都係巴西教練去其他國家隊做教練啦。咁睇過今次會請一個外國教練啦。不過巴西有一個好大嘅問題，最近幾屆世界盃全部都係喺淘汰賽俾歐洲隊淘汰嘅，所以我哋呢個都係我哋分析時講到心理上有陰影。巴西之所以會諗一個歐洲籍教練，可能都係想克服呢幾年帶俾佢哋嘅一個樽頸位啦。呢個係一方面，的確啦。你頭先講得好有道理，就係巴西呢幾年咧，真係由天賦同人才方面咧，相對嚟講都平庸嘅嘢。佢哋最大嘅球星維尼修斯嘅左路，而家都係皇馬嘅。如果唔係第一，都係第2號當家球星啦。但係除咗佢之外，佢哋太突出，即係嗰啲世界頂尖，好似哈蘭特、姆巴佩，甚至斯朗梅西呢啲級數嘅球員。所以話其他再加埋有啲傷病原因啦，年紀又偏大啊，所以其實巴西今次能夠打入16強，
冇打入16強，大家都公認覺得冇問題，但係要入8強咧，確實有一定難度。我哋賽前分析嗰陣都提過呢一點。係，跟住我仲想提一提就係福德國呢隊，因為呢隊好似係今屆特別大嘅黑馬，咁一直堅持到最後一場係輸俾邊隊？輸俾邊個？係輸咗俾阿根廷啊，係啊。輸俾阿根廷，而且都幾艱難，係3-2，係咪啊？我印象中個比數係咁。係啊，阿根廷一直領先啦。呢場波嚟講，阿根廷一路都領先住1-0。跟住最後都係3-2，仲要係加時先贏到，所以話佢喺小組賽嗰陣都打得好好。伏特加呢隊第一場波就已經同西班牙都踢和噶嘛，嗰陣我仲冇，哎呀呢隊西班牙點解咁頹啊？其實唔係西班牙頹，反而係佛得腳真係幾勁。之後人哋小組賽都出線嘅第一場對住衛冕冠軍阿根廷都一啲都唔手軟嘅，係咪先？呢個2次將比數拉近啊，真係踢得好精彩，可以話係今屆世界盃其中一場好啲嘅比賽，可以話係比較好嘅一場波之一啦。我覺得幾有趣，點解咁細個國家，佢哋嘅足球居然可以踢到咁高水平，都真係唔簡單啊！我覺得都唔可以完全咁樣嘅，因為好似葡萄牙咁，佢哋葡萄酒都好出名嘅，仲有嗰個叫咩嘅嘢？庫拉索，佢哋都係好細嘅島國。如果照佛陀嚟講，就係非洲西面有個細島，離開海岸都有一段距離。但係佢哋嘅球員大部分都係佢，例如葡萄牙甲組聯賽或者土耳其嗰啲地方踢職業波嘅。因為我記得好似佢原本係葡萄牙嘅殖民地。唔論點都好啦，佢嘅球員咪冇啦啦就冇出嚟嘅，佢哋有自己嘅根基，同埋有青訓系統，再加埋咧啲球員咧，大部分都係喺外國踢職業聯賽，咁所以話其實同國家大細嘅咁大關係，唔一定有直接關聯。係啊，庫拉索嗰度成個地方都只係得10幾萬人，其實講真都唔夠我睇住嗰度細區嘅人口多，但係都解釋唔到呢個問題。睇到而家為止，對你嚟講印象最深刻嘅比賽係邊一場啊？或者邊1兩場啊？如果講最深刻，當然因為佢嘅太多比賽，其實都記唔晒。不過最近嘅比賽就係琴日嗰場啦。琴日阿根廷同埃及嗰場比賽嘛，係啦，阿根廷嘅埃及對住埃及。最後堅持到仲有78分鐘嘅時候，仲有12分鐘比賽就完，埃及仲領先阿根廷2-0，阿根廷係衛冕冠軍嚟嘅，仲有美斯喎，係咪先？點知天啊，最後阿根廷喺13分鐘之內連入咗3球，反敗為勝，都係至少都算係近代足球歷史上最大嘅逆轉之一啦。你當時你諗住嗰陣咩心情啊？你嗰陣見到去到第13分鐘之前，阿根廷都仲係0，你係咪都覺得咦，發生咩事啊？IG 踢得真係好呢，點絕對冇得輸。面對衛冕冠軍，人哋踢得咁好，仲要再強調多啲，就算係埃及嘅球員都係世界5大聯賽入邊頂尖嘅球員。好似嘅喺個前鋒薩布薩拿，咁係利物浦過去10年差唔多係頭號球星。咁所以話你又唔可以淨係咁講，但係講嚟講去，成場波嚟講，阿根廷都係佔盡優勢。如果喺比賽場面真係碾壓式咁壓住埃及嘅打，只不過一方面自己運氣差啲嘅，有冇應該入咗波嚟入到啊？另外就係埃及個龍門表現得非常出色，值得讚嘆，你知唔知啊？所以話當時我哋心情咧，我從來都冇諗過阿根廷會輸，所以話我都真係好揪心。但係咧，但係我一直都堅信阿根廷會反敗為勝。我見係賽後就話有啲報道講阿根廷嘅當家球星薩拉克彈咗梅西，佢話咧，佢話喺埃及對埃及咧，啱啱埃及嘅呢個薩拉克，佢就話梅西今晚表現咗點解佢係球場上最偉大球員之一，話佢每次助波嘅時候，你都會感覺到有啲危險就快發生，佢哋視野冷靜同埋控制比賽節奏嘅能力已經去到另一個層次，跟住又話佢哋會冇辦法。
嘅方法去壓制咁，但係都冇成功嘅。咁你點評價梅西當晚嘅表現啊？點講好咧？梅西我記得上次上你節目都講過，如果睇梅西，阿根廷其實只係一隊世界二線球隊，真係能入到8強都已經好偷笑。但係因為有梅西，佢就可以喺咁艱苦嘅環境下一場一場去打落去，就好似冠軍咁越嚟越精進啦。所以話我哋一直都覺得啦，就係你睇下梅西都已經39歲啦，而且離開咗5大聯賽已經有2年啦。依家喺美國職業大聯盟踢波，美國職業大聯盟咩概念啊？美國呢個水平，如果你要佢哋同非洲、歐洲5大聯賽比，好似英超咁，西甲即係西班牙甲組聯賽同埋法國聯賽，如果排咗第一檔，可能意甲唔係，應該係德甲，德甲應該都係排咗第一檔。如果你將意大利甲組聯賽同法甲排咗第2檔嘅話，即係話美國呢個職業聯賽嘅水平可能就係第3檔，甚至其實係介乎第3同第4檔之間，因為始終喺呢度踢波佢都係睇過氣球員，係咪先？雖然有啲大球星啊呢個嗰個，但係始終都好似梅西嘅39歲啦。所以話梅西喺睇地嘅情況下仲可以有啲嘅表現，本身已經好難得。而且我哋都見到今場比賽梅西一直都好搏命嘅，落後嘅時候都冇放棄。咁當然啦，好多人覺得咧，因為梅西之前對住埃及嗰陣有個12碼射失咗，所以佢一直覺得心入邊唔舒服，或者覺得自己虧欠咗啲咩。其實之後比賽完咗之後，阿根廷主教練斯科斯格羅尼都講過，佢話你睇都以為呢隊阿根廷嘅每個球員都係為咗梅西，好似係搏命咁爭取第2次世界盃冠軍，實際上都係為咗梅西。其實佢自己都係搏命為阿根廷其他每一個球員，你明唔明？因為對梅西嚟講，佢已經唔需要再證明咗咩喺世界上所有獎項嘛，包括世界盃、包括歐聯、包括美洲盃、包括個人金球獎、8次金球獎，佢都唔需要再證明自己有幾勁嘅。咁所有榮譽都已經睇齊晒，但係冇去到39歲仲可以喺搏命嘅踢波，而且關鍵時刻又有一次助攻，又有一次入波，幫阿根廷追平，然後最後阿根廷係咪都係又係咁樣穩穩陣陣咁樣，之後再攻入一球致勝波。其實都證明咗阿根廷呢隊波真係好有韌性，而且關鍵時刻有梅西喺度，大家心入邊就安心啲，覺得仲有機會可以追平。所以話呢個係，我見到梅西賽後喺球場上嗌佢出嚟，好多人嚟到都應該好感動啊。真係我覺得梅西同好多其他球員唔同，咁多人中意佢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好貼地、好親民。你睇下佢咁自己都有好大心理壓力嘅，因為12碼射失咗，結果搞到球隊落後0-2咧。咁你睇下當時嗰個情況，阿根廷本來係0-1落後，如果佢個12碼入嚟就可以追平，再加上場上阿根廷嘅有優勢，成個劇本就完全唔同晒啦。但係結果搞到最後剩翻10幾分鐘，仲要落後2球，基本上就企喺懸崖邊，甚至一隻腳已經跌咗落去。但係我覺得呢場波贏咗，對佢嚟講，個人層面上都可能證明咗梅西呢種人啦。因為有好多球員，我同你講，特別係職業運動員，有時候佢一定要有呢種自信，即係話咩啊？我係世界上最好嗰個，我一定點點點。因為有時你抵呢種自信其實都好難。例如話關鍵時刻世界盃決賽嗰陣射12碼，好似姆巴佩咁樣，佢就覺得自己係世界最好嘅人，可以同我比。雖然巴西咧，梅西企咗我隔離，我都係世界最好，我比梅西勁。但係咧，呢種程度上會增加你嘅自信心，會令你做咩動作都好順利，仲可以達到你想要嘅效果。但係咧，始終有時我哋都覺得有啲太自大啦，係咪先啊？但係梅西就唔係咁嘅人啦。所以講真，咁呢一點你真係不得唔佩服，幾佩服嘅。係，總之就係話呢個點講好咧？我覺得梅西真係好似你講嘅，佢已經證明咗自己啦。不過講到梅西，我哋都要講下 C 朗，因為基本上今屆世界盃，我哋上次都講過，係屬於舊一代巨星嘅。
係一個歷史性謝幕嘅場合啦，所以 C 朗今次葡萄牙咧就冇入到16強啊，但係你點睇今次嘅表現呢？咁使錢，我真係好佩服下梅西呢個話題都真係好有溫度。如果呢次真係喺最後一次踢世界盃，因為佢年紀都唔細啦，佢已經41歲，佢就真係一個時代嘅謝幕啦。佢哋職業生涯我哋都知道最感動人嘅地方唔係話有幾高天賦，我哋都知道 C 朗呢個人真係好自律，係啊，佢對自己無論係身體管理定係求生欲，都可以話係近20年足球史上嘅人可以同佢比得上。梅西嘅故事的確係比較似天才，係咪先？但係 C 朗嘅故事，我覺得就更加似一個人，好似我哋普通市民咁樣，對自己生命、命運、身體進行一個長期嘅改造過程。所以話對 C 朗嚟講，世界盃的確係幾可惜嘅，因為喺球會層面咧，佢哋都有晒金球獎又有，歐聯又有，咩都有。至於葡萄牙國家隊，最好成績我印象中好似係入過世界盃4強，但係都係咁上下，始終都冇諗過冠軍。不過葡萄牙係 C 朗嘅時候攞過歐洲國家盃，所以話呢個以個人層面嚟講咧，我覺得都已經去到頂峰啦，係咪？你睇得同美斯或者馬拉當拿比，但係如果講近20年嘅事業足壇最好嘅足球員，咁可能除咗美斯就係 C 朗啦。聽講姆巴佩，C 朗係姆巴佩嘅偶像，係咪？我哋呢個世界上真係好多人都會當 C 朗做偶像，佢絕對係一個好勤力而且生活極之自律嘅頂尖球員。佢喺球場上面展現出永不言敗嘅精神，加上職業生涯嚟到咁多項輝煌成就，真係令到全世界球迷都好佩服㗎，係咪先？所以我相信好多人都會姆巴佩，我真係未聽過姆巴佩當 C 朗做偶像啊。但係我同你講起 C 朗，真係佢唔係佢輸咗俾西班牙嘛，最後嗰場波。但係其實佢真係唔係話因為輸咗俾西班牙嘅，幾悲情嘅一點就係，其實係輸咗俾時間喺足球場上。佢面對嘅後衛太多啦，係嘛？唔係拉莫斯，亦都唔係荷蘭嘅雲迪積克。真正最後嘅防守者咧，其實就係佢嘅年齡。咁所以講呢一點其實都幾可惜。其實今屆世界盃唔止得 C 朗一個人啦，仲有好多都唔可以話好多啦，至少有幾個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嘅。咁但係球星級人馬都同世界盃舞台講再見，好似克羅地亞嘅莫迪力嘅，都係同 C 朗一齊睇皇馬踢咗咁多年。仲有比利時嘅迪布尼啦，雖然佢聽日仲會仲喺度啦，但係其實佢已經唔係。上一場對美國佢都冇落場啦，所以其實佢都唔係比利時主要主力啦。仲有就係內馬爾，好似巴西嘅內馬爾，你哋應該都知啦，係咪先啦？係啊。咁所以話都係最後一次踢世界盃啦。仲有一批老將，所以話我覺得都幾殘酷。能夠做職業球員，特別係去到世界盃呢個水平，39、41歲都仲可以踢，已經證明佢哋唔係普通人，真係呢個年紀踢足球嘅消耗體力，你見到成個場嘅跑，我都覺得佢哋人都冇啦，何況球員自己。我見到網上有條片幾有趣嘅，咁就講唔同球隊嘅特色。我唔知你覺得準唔準？佢話法國隊，當然呢啲講法都有啲玩味，但佢話法國隊就係全部人一齊拉住架車跑，阿根廷隊就係大家一齊拉住梅西一個人，至於葡萄牙隊就係 C 朗一個人拉住成隊，其他人仲喺度搞震。挪威隊就係哈蘭特一個人拉住成隊人跑。你覺得呢啲講法準唔準啊？呢種歸納法？我覺得不如先講挪威啦。挪威今次真係帶咗咁驚喜俾我哋，哈蘭特毫無疑問係挪威之所以可以有今日仲有機會踢世界盃嘅一個主要原因啦。但係就好似我啱啱講嘅，挪威唔止得嘅，因為佢始終仲有其他人，厄德高啊負責組織進攻，索爾洛特做牽制，門將都唔錯。咁所以話
今次挪威打入世界盃8強係歷史上第一次，而且基本上可以話係全國都應該慶祝嘅事，靠佢嘅團隊凝聚力，仲有一定嘅陣容，而唔係淨係靠哈蘭特一個人。所以話肯定喺哈蘭特嘅話，挪威唔可能行到咁遠，但係挪威可以行到咁遠，都有其他人幫緊哈蘭特。係啊，具體嚟講，好似法國咁，法國就因為實在太勁啦，特別係喺前鋒線嗰幾個人啦，姆巴佩、登貝萊、奧利賽嗰個11號，跟住就係呢個就係話佢任何一個球員去到其他球隊都可以做大囉，都係球星級數，但係法國隊就有成批嘅人，所以話你真係好難同法國隊玩啦。法國隊嘅，我覺得今次世界盃咧最有冠軍相嘅球隊，奪冠熱門啊！所以今日佢同摩洛哥嘅比賽，你覺得其實都冇咩懸念啊？有咩懸念？係啊，我一開始就講咗，我同我哋朋友講，我仲發信息俾佢哋，我就話呢場波法國隊贏係肯定嘅，只係點樣贏。如果係先入波嘅話，咁呢場比賽可能就會打得好開放，咁比分可能會幾比幾咁樣。但係如果可以頂到60至65分鐘嘅話咧，摩洛哥可能就有機會至少可以再撐多陣，可以打到加時，或者最後去到12碼決勝負嘅話咧，喺摩洛哥就有機會贏波。不過如果法國隊先入波，其實法國隊上半場真係有一次先開紀錄嘅機會，就係一個12碼，奧巴佩射嘅，但係俾對方守門員布魯救咗出嚟。所以話但係如果冇場面，其實係碾壓式嘅全場狂攻，好似我哋記錯嘅話，大約係20比4嘅，即係你隨時開電視嘅，法國都係壓住咁打，只係運氣差嘅，或者對方守門員表現特別突出，救咗好多波出嚟，或者係正正就係呢啲咁嘅情況。所以喺呢個層面嚟講，其實係咁有可比性噶啦。你對哈蘭特有咩睇法？講下你點評下噶啦。因為呢排哈蘭特超級火啦，佢哋唔同嘅影片喺網絡上到處都係，甚至有人話佢係下一個 C 朗。你點評下哈蘭特啦？你覺得佢嘅技術同埋人嘅特點係點？哈蘭特咧，其實我好早之前已經開始留意嘅，因為我平時有啲英超噶嘛，可能我哋嘅觀眾未必係咁，唔係淨係4年先啟一次世界盃嗰啲。但應該都有啲人平時都會咁嘅，係啊。講翻哈蘭特，其實佢好早就出道嘅，係冇英國出世嘅。不過咧，佢老豆係挪威人啊，而且佢老豆都冇英超踢過波，所以其實佢本身可以冇代表英格蘭或者挪威。不過最後佢都係冇乜挪威代表挪威國家隊。佢細個嗰陣已經好突出，表現得好犀利。佢有冇特別嘅入球機器天賦？我記得好似有一場波喺12歲嗰陣，一個人就入咗9球，好似係啊，冇錯，好似係咁。係，但係其實佢職業生涯一開始係喺德甲多蒙特出道嘅，之後大約3-4年前轉會去英超曼城嘅，第一季加入英超就已經入咗36球，又打破咗英超單季入球紀錄。呢個紀錄咧，之前係俾其他人保持嘅，而且而家英超一季係38場波，依家有20隊啫，係咪？原本英超係打42場波，所以即係話咁少打咗4場波，都已經打破咗呢個紀錄。仲誇張嘅，佢係之後連續2季又睇埋2次英超金靴，即係4個英超賽季入邊佢3次成為咗入球最多嗰個。所以話入球機器啱啊，有好多前鋒，唔論係南美定歐洲，嚟到英超體系，因為我哋都知英超其實就好似20年前嘅意甲嘅，我哋叫佢做細世界盃，因為你隨便啲一隊英超球隊出嚟，好似阿仙奴咁，利物浦嗰11個正選全部都係唔同國家嘅主力，係某個位置嘅主力，你明唔明啊？所以話好似佢哋挪威，佢由德甲踢過咗英超，其實好多球員都要適應，因為身體對抗啊、節奏啊，你隨便第一場英超比賽就知，嗰個比賽節奏其實遠遠快過一般世界盃嘅節奏，而且嗰種身體對抗、天氣，你都知英格蘭、英國嗰啲天氣啦，係咪先？後衛嘅強度都好高，所以話
哈蘭特去英超真係特別啱嘅，佢又唔似傳統嗰啲中鋒嘅，慢慢佢同你磨嘅係好高效嘅。我同你講，世界盃到而家為止嘅一共踢咗4場波，佢總共5場比賽，一共足球99次，入咗7球，即係話平均每12、13次足球嘅就入1球，呢個真係好誇張。